新体市为了要医护这病患的健康，1月开始伫马街儿童病院附近的车路设空气品质管控。这是全国头一个儿童病院空气管制区，包括满3年的柴油火车，也个满5年的奥多麦。若准备入来这个管制范围内，拢爱通过着这排烟的检验。若准无车，就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处罚。白亚灯管写禁止高污染车辆进入的告示。今年1月，新北市开始针对马街儿童病院附近区域设置空气品质管制区，透过车牌系统来管制进出车辆，进一步守护民众参囡仔的健康。病院内底来看的拢是较细汉的囡仔，啊无就是破病的囡仔，啊搁有新的妈妈，啊把做遮附近的空气若使较好的，我感觉安尼对因拢足好的，啊对新北市民嘛足好的，而且吼这。对面阁是学校吼，所以我感觉这最重要。这样子很好啊。怎么说啊？就是说保护就是妇女儿童啊，因为在医院里面比较有小 baby 什么之类的呀。对。新北市环保局指出，管制对象包括满3年以上的柴油货车，以及满5年以上的汽油奥多麦，拢需要有检验合格才当进入管制区。那么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。罚500块至6万块。为提升新竹市的空气品质以及守护敏感族群的健康，114年1月起，市府划设新竹市马偕儿童医院空气品质维护区，管制范围为建工路与建工2路路口至建工2路与公道5路2段路口，建工2路20项，建工2路42项。除了儿童病院以外，目前新北市还有客运转运站。虎林学区以及新竹科学区4个区域设置空气品质管制区，环保局提醒驾驶人平常时就要做好车辆保养，做伙来提升空气品质，守护健康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